大家好，歡迎嚟到微語頻道。今集我哋同大家講下同香港有關嘅海嘯常識。好多朋友可能會諗，香港咁遠，唔會有海嘯㗎啦。但識少少基本嘢，好有機會喺緊急時多一份安全保障。乜嘢係海嘯？海嘯大部分都係因為海底地震，海床突然升或者跌，就將上面嗰大堆海水推出去。波浪就會一路向外擴散，就算太平洋發生大海嘯，香港前面有菲律賓群島同台灣擋住，大部分海嘯係直頭到唔到，折射過嚟嘅波能量又好易減弱，所以通常唔會好大。天文台如何監測海嘯同埋發警告？香港天文台會緊貼太平洋海嘯警報中心、中國海區域海嘯預警中心同時睇實本港水位監測站同西太平洋、南海嗰邊嘅水位變化。如果估計3個鐘內會有顯著海嘯，即波高0.5米或以上嚟到，就會出海嘯警告。香港有冇試過海嘯？自1952年開始，香港曾經錄得9次海嘯引起嘅輕微水位異常，最高都只係0.3米。呢兩次分別係1960年智利9.5級地震，同1988年呂宋海來5.7級地震，其餘次數都係少過0.2米。雖然數字唔大，但了解歷史可以令我哋知道風險。遇到海嘯要點做？即刻遠離岸邊同低洼地帶，去內陸或者高地。如果真係走唔切，走入鋼筋混凝土嘅高層建築，去高樓層最安全。唔好做任何水上活動，包括游水、劃艇、船隻要離開淺水區同岸邊。係駁喺避風塘嘅話，要用雙倍係駁纜繩。所有人都要上岸，留意天文台同電視、電台最新通報，直到官方取消警告先至返回海邊。總結：雖然香港受到嚴重海嘯嘅機會好低，但識下基本常識真係有備無患。補充聲明：今期內容主要參考並改編自香港天文台網站上的香港海嘯的監測及警告一文，詳情請查閱官方資料。希望今集分享對你哋有幫助。如果鍾意，記得俾個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俾朋友，一齊提高安全意識。下次再見，拜拜。